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点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？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两全美景爱火焰，深水同你看，姹紫嫣红开有谢，血般血透过情眼，泡尽酒自言，再续经缘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新世界的大门呀，即将打开，让你们感受一下这清奇的画风。哼，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嘿。准备，开始。我来加油，我来加油，小姐，加油加油，小姐，四汉，加油加油，我把身上出，加油加油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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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可能啊？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苗大神，今天多谢你了。晚上有时间吗？7点小桥见，我有东西给你。哎，过来，你怎么在这儿了？我找你半天了。哦，今天那个审核通过，你怎么不去庆祝一下？有什么可庆祝的呀？你是不打算庆祝了，还是想跟某人单独庆祝啊？没有啊。没有。那让我来测测谎。拍什么呀你？拍有人说谎就会脸红啊。真丑，赶紧给我删了。不删，黑历史怎么能删呢？你给我。不改。给我不改。给我。不改不改就不改。给我了你。哎呀。不改。给我。不改。给我。不改不改不改就不改。不改不改。你不给我是不是？你删不删？不删。那我就把你那些黑历史全给你传到 B 站上去，让你那些女粉丝见识见识。兰姐，我觉得我们这样互相伤害也没有什么意思，我删我上行吗？来不及了，我已经发了。那你得对我负责。负什么责呀？赶紧回去哄哄那些被你骗的小女生吧。好吧，那我回去了。这个死白龙，真是的。你还要闲心思练剑啊？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我在那儿等了你多久啊？电话也打不通，明明说好的事儿，为什么要爽约？哦，我刚来找你，但我看你和白蓉玩的挺开心的，所以没打扰你了。东西呢？你可以先给我。你别误会，我跟他什么都没有。虽然我不太苟同白蓉看女人眼光，但是你们一个蠢一个恶，还是挺配的。你才蠢，你才二呢！什么般配不般配啊？本姑娘喜欢你，你不知道呀？往来往来，你就不能长点心啊？谁认真谁就输了，你不知道呀？哎呀，装都是魔鬼呀！拽什么拽？运动。看见没有，视频已经传开了。你这么兴奋干嘛呀？省得他天天勾引我男神啊！你瞧他把白龙迷得神魂颠倒的。
要我说啊，要是苗里能收了他，也算是为民除害。你说什么呢？谁收了谁？不说谁不说谁，苗大神哪能看得上他呀？就是呀，娇娇姐，不用担心，他现在的美名啊，那可算是远扬了。你想想，这苗里什么性格？那么高冷，他一定最讨厌这种事儿。活该，臭死他才好。汪来，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。汪来，我问你啊，我们到底是不是好姐妹？当然是啊，你干嘛这么问啊？还弄得这么严肃。你当我是好姐妹，这么重大的事情干嘛瞒着我？什么重大的事啊？现在全校都知道了，就我还蒙在鼓里。什么事儿啊？你才蠢，你才二呢！什么般配不般配啊？天哪，你不知道呀？这谁录的呀？不管是谁录的，这录的是你吧？跟苗大神表白都不跟我讲，还说当我是好朋友，我有点不高兴了。但是鉴于你这件事做得很帅气、很惊喜，我还是可以原谅你的。帅气？当然帅气，一言不合就表白，我很支持，很欣赏，我要手动点赞。虽然在视频上苗大神没有回应你，可是也没有拒绝你啊。我看有戏。有什么有呀？现在大家都看到这个视频了。是啊，我觉得看到也好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咱们怎么着也得先把这个坑给占下来，宣示主权。主席，天哪，车祸呀，丢死人了！啊！我说你这是做什么梦呢？还哼哼唧唧的。别搞我！我说你做春梦就做春梦，别出声行不行？哎，大早上的你看什么小电影呢？哎，这不汪澜吗？是啊，汪澜这是搞什么鬼啊？汪澜怎么了？你自己不会看啊？哎，不过我提醒你啊，千万别受刺激。哎，这是拦也拦不住的节奏啊！哎，你别激动啊，我看呐，苗里不是也没答应吗？我看这要出大事。这何止是要出大事儿，这简直就是要出大事儿。年轻人呐，说走就走，这心理素质也太差了。让你的嘴贱！啊，我真是对那个汪澜无语了。就是，真是搞不懂他这种人。不过这事情都有两面性。但是娇姐吧，我觉得其实这汪澜告白是好事也说不定呢。哎，你们说，这2年，但凡跟苗大神告白过的人啊，都直接被他拉黑了，是吧？对呀，那些爱慕者，那叫一个残忍无情啊！所以说，汪澜基本上也是个下场。就是，跟苗大神告过白的，没有1000也有800的吧？你看你这癞蛤蟆吃到天鹅肉了。对。苗里当初肯定是被他缠的没办法了，才会给他加选。谁知道这个汪澜没皮没脸，他表面看上去人畜无害，其实就是个心机 girl， 也不知道他爸妈怎么教的。佳佳学姐，怎么了呀？继续呀！你跟我说说，我怎么就脸皮厚，怎么就心机婊，怎么就没家教了呀？你，汪澜，你跟学姐们说话注意点。就是，我不就表个白吗？关你们什么事啊？啊，我们可没说过关我们什么事儿啊。
再说了，表白被拒的人又不是我，从古至今跟苗里表白的人又不是只有你一个。但是告白把男主角吓跑的，你算是碧溪学院头一份了。表白的人不少，迷妹也不少你一个。但是如果别人不答应的话，有的人再死皮赖脸，那就是犯贱。我喜欢我乐意，至少我还敢表白，不像有的人呀，总是一副爱你在心口难开的样子。因为他明知道会被拒绝，所以他坚决不敢说。你说什么呢你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是为了在苗里身边待得久一点，所以才忍得这么难受，哦，是吧？死鸭子嘴硬，我看你就是欠收拾！不许动我们家汪兰！你又是从哪儿来的呀？你们3个欺负他一个，要脸吗？小跟屁虫又来了！你说谁小跟屁虫呢？小道，我们走，不跟他们3个人一般见识。哼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王兰，你干嘛呀？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。都这样了还不丢人吗？我都无言口活了。那有什么呀？爱情的火花那不是说燃就燃。再说苗大神又没拒绝你，他那个人那么高冷，我觉得你再追一次都可以，再表白一次，要继续出击。哎呀，哎，求求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的内心已经很脆弱了，好不好？早。早。哟，白大少，闻风而动啊！汪兰，你真的要跟苗里在一起吗？不对不对，我问的只有问题。汪兰，你不是真的要跟苗里在一起吧？当然不是，我要和他在一起，是他要和我在一起。别吓自己，他又不是你土匪。汪兰，你不是真的要跟苗里在一起吧？你疯了？谁要和他在一起了？你是不是说胡话呀？哎呀！哎，汪兰，你等一下。有事吗？那什么。你要说什么？有话快说。如果是关于视频的事儿，你就不要说了。那你不是真的呀？嗨，不就丢人吗？丢人的事儿你又不是没丢过。表白失败这种事儿，人间常情。我是过来人，我懂的。屁呀！去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哎，汪兰。
啊？你在找什么呀？我刚才看到一个人。没什么，你找我啊？嗯，那个视频我看到了。哎，好吧，我估计你也看到了。你干嘛呀？你也笑话我啊？我怎么可能会笑话你？没什么，这次来是为了给你个惊喜。惊喜？将！前天是你的生日，你也没有和我说，所以呢，现在补你个礼物。我还有礼物啊？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你还是回去再拆吧。什么东西啊？搞得这么神秘啊？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反正你回去拆了就知道了。哦，好吧，那谢谢你啊。这大概是今天唯一能让我高兴的事儿了。你是我的恩人，对你好是应该的。我还有课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哦，好。记得一定要回去再拆。嗯，那我改天请你吃饭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哇，真是好古典的礼物啊！这是什么呀？吓死宝宝了！请问一下，这里是哪里呀？喂！难道你们都看不见我吗？喂！不是吧？我难道像小说里面穿越了？啊，还是没实体的魂穿？小桃，小桃！行囊很轻，却说去远行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花语芳心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儿时虽不年轻，是一的当你远行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姓名，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。
向往，走过的，留下的是远方，是远方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行。天光短，手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是故乡，是故乡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守望，在守望。